们为什么要搬出来，不住天乐那儿啊？我们要学会独立了，不能再给天乐添麻烦了。他不嫌我们麻烦。大人的话，小孩听着就是了。干嘛呢，依恋？东西都拿不住吗？我告诉你，不要惹我生气啊！等会儿我。心情不太好，也没地儿去，过来找你。我是不是很丢人呢？自己喜欢的人跟别人上了床，我居然是最后一个知道的。但你说林天乐居然是这种人哈，我真的是看错了他了。我怎么想都没想到他是个这么随便的人。我告诉你，夏丹，我这辈子都不会再跟他说话，再也不理他，我这个人就消失在我的生活里了。我告诉你啊，别给我提他以后。你心里还是很难受，对吗？我难受什么呀？我一点都不难受。我告诉你，他不值得我难受，高兴得很。你这样说，是因为你心里有天乐，并且不愿意相信这一切。我觉得你应该去找依然谈一谈。我找依然谈？那我跟他说什么呀？他会告诉我吗？把你所有对他的疑惑都告诉他，他应该会向你坦诚的。会吗？也许你说的有道理，有些话其实说开了更好。谢谢。依恋，我刚才不应该对你那么凶，我给你道歉。我们去找天乐吧，我想吃他做的鱼和面条。不能去。为什么？我说的话你听不进去是吗？我说了，我们要学会独立了，不能再去麻烦他了。你骗人，你就是骗人！他根本就不嫌我们麻烦，他很喜欢我的。我现在就要去找他，我不想跟你待在这里，他肯定现在也在找我。你给我回来！我讨厌你，你每天想什么做什么都不跟我说，
只知道要我听话，只知道要我按你说的去做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依恋。我知道你已经很懂事、很听话了，但是你真的要理解我，在这个城市，我们俩能生活下去真的特别不容易。我们谁都没有办法依靠，只有我们2个人可以相依为命。等你长大了之后，我会跟你解释这一切的。但是我们现在当务之急要学会独立，要开始我们新的生活，好吗？坐下来，乖啊。喂，依然，我想跟你谈一谈，方便吗？我们2个现在没有什么好谈的了吧？你放心吧，我跟天乐已经结束了。我觉得有些事儿还是要当面跟你谈一谈，希望你能答应。我现在不方便。你在哪儿？我去找你。这些事儿，我觉得关系到我们几个人，不光要对自己负责，也要对别人负责，对吗？好吧。你说这天乐打电话不接，发微信也不回，不会出什么事儿吧？这事儿现在真麻烦，早知道就不讲那故事。好心办坏事。这也不能怪你啊，有些事情早知道要比晚知道要好。那你说我该怎么办？明天你约天乐出来吃饭吧，他现在一定很需要你。你说我现在去他们家找他怎么样？你跟依然谈了吗？依然都搬走了。我吧，就属于那种自己是一混蛋，自己还不知道呢，以为自己什么事都能处理好，结果呢，没对人家依然负责任，还把人家这么多年的伤疤给揭出来，放在太阳底下晒，也不管人家疼不疼。你说我干这是什么事儿？就是我挺对不起依然，也对不起梅兰妮，也对不起我这么多年的哥们儿。你说我这不就一混蛋吗？这事也不能全怪你啊，事情都已经到这样了，你现在想这些也没用啊。当务之急是想想这些事儿怎么处理吧。我觉得梅兰妮和依然那边，你都可以先缓缓。主要你还是先找邵宇把这事说清楚吧。邵宇压根就不可能见我。所以啊，那你更得找他了。他那性格你又不是不知道，你要不找他，他一辈子都不理你。还有你跟依然的事儿，我觉得吧，那种事儿也不是一个巴掌就能拍得响的，也不能全怪你。这事儿肯定怪我。哥们儿，
要不是我出那些馊主意，这事儿也不可能变成今天这样。唉，对不住。有些事儿我想来想去，觉得还是有必要当面跟你说。首先，我要承认我对天乐的感情，加上你之前的一些行为，我对你怀疑过，所以我查过你。我知道，像我这样一个浑身是谜的女人，就这样住进了一个陌生男人的家里，你怀疑我，这很正常。但我真的没有想到天乐会和你真的发生些什么。天乐都告诉你了？这一直是天乐的一块心病。我也是才知道这件事儿的。说实话，一开始真的挺难接受。这些话我说起来不太合适，可我还是想问问，你对这件事儿是怎么看的？我的看法会影响你的决定吗？会。如果你能让过去的事儿真的过去，并且能跟天乐开始新的幸福的生活，我祝福你们。过去的并没有过去，你不要纠结了，我们俩什么都没有发生过。我跟天乐那一晚什么关系都没有发生过。那你为什么要骗天乐呢？欺骗天乐，我一直都心里很内疚。他对我跟依恋都那么好，所以我一直觉得我在做一件非常不道德的事情。可能我说出来你不会相信的，我一直想找机会亲口告诉他事实真相，可是因为一些顾虑，我一直都没能说出口。你有什么顾虑呀？我能看得出来，天乐非常喜欢你，而且他只喜欢你一个人。你知道吗？其实有的时候，我挺羡慕你的，能拥有一个这么好的男人。现在一切还都不算晚呢。林先生，谭总现在很忙。林先生，谭总，我没拦住他。我有事儿找你说。我跟你没话说，你走。少宇，我跟你没话说。不走是吧？不走我叫保安。林先生，请您不要影响我们的工作。你工作，我在外面等你。依然，我一直觉得你和少宇是不是有……我是想报复他，可惜一直都没能成功。你为什么要报复他呀？少宇他没跟你们说吗？我们俩曾经是相爱过，那个时候我一心想跟他在一起，而且我也觉得我们俩对彼此都是真心的。可是就在我沉浸在甜蜜中的时候，他突然消失了，我到处找他都找不到他人。后来才知道，他是爱上了另外一个女人，所以才一直在躲着我。
少宇不是这样的，你们俩之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？误会？如果是误会的话，他早就来找我了。7年了，已经整整7年，我消失在他的生活中，他连问都没有问过。要不是我一直咽不下这口气，回到这里来找他，他可能会以为我一直消失在他的生活中了吧。不过，这可能是他所希望的。像我这样一个被他玩腻了的女人，如果能消失在他的生活中，这该是一件多么好的事情。依然，我一直都觉着你身上背负着些什么，可我真的没有想到，你背负了这么多的爱和恨。这些都是谭少宇送给我的。那你打算现在怎么办呢？他之前还放出这么狠的话，依然，你就应该找他去质问。我今天之所以能答应你出来见你，主要是我心里一直对天乐很愧疚。我知道你跟天乐是因为我才一直压抑着彼此的感情，我真的挺抱歉的。天乐他是一个很善良、有责任心的好男人，你应该去跟他说清楚。我不好意思开这个口，你就代我转告他吧，让他消除顾虑，你们好好开始自己的新生活。这事儿，这事儿我说合适吗？合适啊，很合适，这是事实，事实谁说都合适。快去吧。那我这。快去找他吧，还愣着干嘛呀？去啊！嗯。谭总，怎么样？他走了吗？他还待在外面。告诉他我从后门走了，让他也赶紧走。好的。谭总，这么晚了，您还没回去？啊，李密啊，不想回去，不想回去。哎，没事没事，不用扶，没事。坐，坐呀。您喝了那么多酒，要不我送您回去吧？没事没事。问你个问题啊，李密，我不是我一朋友，我一朋友最好的哥们儿，跟他最爱的女人。关系了，你让我这朋友怎么办？那
那得看他有多爱这个女人了。他爱这个女人，胜过爱他自己的生命。我觉得，一个女人不会放弃一个爱自己如生命的男人，而选择和另外一个男人在一起的。应该是您的那位朋友，对他女朋友还不够好吧？不对，完全不对。我这朋友很爱这个女人，很爱，他没任何错。在这个世界上，没有任何一个人比我更了解我这朋友。他心里有很多苦，很多苦，但却不能跟任何人说，就只能把这所有的苦全都压在这儿，就压在这儿，你知道吗？谭总，那这事儿是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发生的，还是分开了之后？分开之后。哦，那这样说的话，就不算背叛了。毕竟那个女孩当时她已经是自由的了。再说了，您就没想过，也许是那个女孩为了刺激那个男孩，又或许他们之间还有什么其他的误会？我觉得这都很难说。你应该好好去劝劝您的那位朋友。没有误会，也不用劝。总之，背叛爱情的人，永远都不能被原谅。这不叫背叛，这就是背叛。你走啊！我没事，你走啊！有没有人啊？您拨叫的用户已关机。少宇，有些话，咱们是不是可以当面说清楚？如果当面说清楚了，我认，我以后可以再也不来烦你。我知道我现在说什么呢，都是多余的。可是我有件事没弄明白，我就想来问问。那天你打我那拳，是说你现在还爱着依然吗？是。对不起啊，我真不知道你跟依然是这一切吧，都来得太突然了，我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。我更不知道你和依然之前有那么一段，也没想到你居然现在还爱着他。你既然是我朋友，为什么从来都不听我的劝告？什么劝告？我不止一次的警告过你，我说依然这个女人工于心计，爱慕虚荣。我说过，
为什么这么说的呢？为什么这么说？她不就是这种女人吗？为了自己想要的一切，可以豁出去什么都敢干，包括跟你上床。我敢保证，这一切不是偶然，是她精心设计的。那天你说依然的话说的那么重，你们俩之前怎么了？话已经说到这份儿上了，有些事儿我不想再去隐瞒。是，我跟依然从前的确在一起过，但那是8年前的事儿。那个时候我跟他领了证，正在筹办婚礼，连婚纱都试，但他突然就失踪了。突然，就那样，从我的生活里彻彻底底的失踪了。后来我才知道，他跟我家里讹了一笔钱，逃婚了。所以我说他跟我在一起，就是为了钱，而跟你在一起，也同样是为了钱。你说他是为了钱？对，他是为了钱。他表面上装作不在乎物质，但心里面，他根本就在乎钱，很在乎。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，我都不太敢相信我爱上了这样一个女人。但直到有一天有人拿着汇款凭证给我看的时候，我才相信，她就是这种女人。那这么多年来，你一直没有谈感情，也是因为她？我不知道，或许吧。反正这么多年，我心里装不下别的女孩。也许是受了情伤，也许是我心里边还有的。总之，在重逢之前，我在心底里设想过无数次和他再见面时候的情景。我在想，或许有可能他会给我一个解释，因为他欠我一个解释。可结果呢？结果他就那么出现了，出现在你身边，还要跟你结婚，还趁你酒醉就跟你上了床。这一切击碎了我内心最后一点希望，最后一点。她就是这样一个女人，我也就是为了这个女人心动了8年。那依然来接近我，也是因为我的钱？难道不是吗？你说呢，林天乐？你不想想啊，他为什么就跟依莲住到你家去了？为什么你奶奶那么喜欢他？为什么他趁着酒醉跟你上了床？还有，他为什么会让你一直回避着你爱的女人美兰妮，选择跟他结婚呢？你说，林天乐，你就是为了这样一个女人，工于心计的女人，放弃了你自己真正爱的女人。你什么事都可以办得很好，你很聪明，但没有感情这件事，你差太多了。天乐，你和依然什么事都没发生，你们俩怎么什么都没有？什么？你们俩什么事儿都没有发生过。依然亲口跟我说的，
那天晚上你喝醉了，他只是把你扶到了他的床上，他在沙发上睡了一夜，你们俩什么事儿都没发生过。我们俩什么都没发生。对，他骗我，一直骗我到现在。这件事儿吧，依然是有不对的地方，可也不能全怪他呀，都因为谭少宇。他们俩的事你知道吧？今天之前我都没想到少宇是这样一个人。不是，他跟你说谭少宇怎么了？谭少宇当年爱上别人了，找人打发给依然一笔钱，让他离开这座城市，可耻吧？啊，你这钱能打发一切吗？是。哎，我就不明白，他为什么到现在还在骗呢？你被他骗了，你知道吗？谭少宇不是那样的人。他没有理由骗我呀！他说了，他回来就是为了报复谭少宇。一个女人能有这么大的怨气，处心积虑，你想一想，这仇恨有多大？我刚跟谭少宇聊完，他跟我说了好多呢。当年是依然骗婚，在结婚之前呢，卷了一笔钱就跑了。少宇一直找他就没找着，后来直到拿到这转账凭据单，他才知道啊，他一直深信的爱情被一笔钱给骗了。不可能，依然没有骗我，我有直觉，他没骗我。我跟谭少宇这么多年哥们儿，他什么人品我还不知道吗？他不可能把脏水泼在一女人身上，更何况了，这女人她是一直深爱的人。哎不，那个，依然真的挺可怜的。你想想啊，他性格一直这么温顺，这么多年来，什么事儿都自己忍着，委屈自己受着。天底下真的没有女人性格是这样的，一定是生活中被事情打磨成这样的。你用不着替他解释啊，少宇多专一的一个人啊，爱他爱得这么深，他骗到现在。哎，你看看我，他也骗我了吧？骗我也骗到现在吧？我被他骗得万分痛苦，还一直纠结着呢。你还纠结什么呀？反正不管怎么说，就是依然的问题。怎么就是呢？哎，男人都那么自私武断吗？你知不知道，在爱情里面，永远受伤最多、牺牲最多、痴心最多的都是女人？哎，你凭什么说在感情的世界里痴情最多的是女人呢？啊，你们天天喊着平等平等，喊着我们男权男权的。哎，你们为什么就不能在感情的世界里先把自己的位置摆正了呢？哦，先把自己搁在一弱势群体的位置上。哎，在感情这个世界里面，没有性别的概念，只有人品不好，你知道吗？哎，我怎么觉得跟你说个事这么费劲呢？你拧什么拧啊？那我问你，依然要是拿了钱走了，他现在干嘛回来？这么简单想不明白吗？哎，那你凭什么就说谭少宇背叛了依然呢？哎，我问你了，谭少宇这么多年身边有女人吗？有吗？他怎么就是依然说的那种忘恩负义、喜新厌旧的人了？你呀，你才被依然骗了呢，一点立场、一点主见都没有。哎，林天乐，大晚上的我好心好意过来找你，我没立场是吧？行，你以后该干嘛干嘛啊！我吃饱撑着，什么事儿我都不管了。以后。不是你跟我急什么呀？喂，你到哪儿了？咱不约好看电影吗？我怎么还没看你人呢？电脑坏了？不是，那你能知道是哪儿的问题吗 ？CPU 啊？那行，你这样，你等着我啊，我40分钟到那儿，你呢来楼下接我。哎，好。
喂，谁呀？天乐，你在干嘛呢？我好想你啊！依恋，你在哪儿呢？我在一个旅馆里。天乐，我好想你啊！依然又不让我给你打电话，他出去买东西了，我只是偷偷的打给你。你现在好不好啊？我很好，只是我很想你，天乐。我也想你。我想念你给我做的红烧鱼，给我做的面条，还想让你陪我骑高马。你个高，谁背我都没有你背我看得远。那我来看你好不好啊？好。那你告诉我你现在住的那个地方的具体地址。不知道，我找找看。好。找到了，这是一个旅馆的信封，我看看。好。真慢，你不着急吗？还这么慢？我这还不快？来看看我给你准备的这些装备怎么样？我去，这都从哪儿捡来的破烂儿啊？这什么破烂啊？这都是我的宝贝好吗？我从我们家电脑上卸下来的，这叫专业。别讲了，你先给我看看我这电脑到底什么毛病。哎呦，坏了，你怎么是一笔记本啊？怎么了？我还以为你是台式机呢，我这带的都是台式机的东西啊。那你能不能修啊？我也没修过笔记本啊。你不会修，你跟我凑什么热闹啊？不，你等会儿，你这样，我知道你着急，咱这样吧，我现在陪你去电脑城，我有一哥们在那儿开店，他肯定能给你修好。去那儿修呗，我给你出钱还不行吗？不用你出钱，你只会吹牛。我哪儿吹牛？我真会修。哎，你等会儿我呀，我这来一趟挺不容易的，你也不说个谢谢啊？你这等会儿啊。天乐，天乐，才跟你分开了2天，我就超级无敌想你的。我也超级无敌想你呢。你这2天听话了吗？好好学习了吗？每天都不落，每天25个单词，还有我还背了2篇的课文，回头背给你听。真的？依恋，你怎么找到这儿来了？依恋，是不是你给天乐打的电话？我就跟他说，我想他了嘛。这事儿不怪依恋，是我一定要问你们住哪儿的，而且我有些话想要问你。改天吧，你先回去吧。依恋，回来，回去吧，快。逃避是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的，而且你不应该为你的行为负责任吗？依恋，你自己回去，拿着这个上去吃啊，乖。我这几天听到了很多的事情，让我挺难消化的。首先是你的身份，你骗了我；然后是那天我喝多了酒，你又骗了我。梅兰妮跟我说，你这一切是因为你有你的苦衷。你能告诉我你是什么苦衷吗？是什么样的苦衷让你不顾一切，不顾他人的感受，把我当一个傻子一样耍得团团转的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
我一直只是想报复谭少宇，在这过程中我伤害了你，我真的很抱歉。其实我心里一直很内疚，但是我始终找不到合适的机会跟你开口。你接近我就是为了要伤害谭少宇。你看看现在的谭少宇，他一个人这么多年拒绝所有人对他的靠近，你觉得他还值得被伤害吗？我不明白你们到底是在想什么。而且少宇跟我说，当时是因为你先伤害了他。我伤害他，伤害你，我承认，我十分的愧疚。可是他谭少宇，他也好意思伪装成一个受害者的样子跟你说我伤害了他。他当年为了甩我所做的一切，现在反过来要怪在我的头上吗？你现在跑过来就是要替他伸张正义的是吗？你们把我当成什么了？当成一个可以随便侮辱污蔑的人吗？你说，依然会不会骗我呀？因为天乐说了另外一个版本，他说依然骗婚，还拿走了一大笔钱。少宇为了这事儿还消沉了好长一段时间。我觉得少宇不像在说谎。我觉得少宇也不是会说谎的这种人。那依然撒谎？我觉得他们俩肯定有误会。那是什么误会啊？哎呀，搞不清楚。我说了这么半天，你听明白了吧？反正事儿呢就是这么个事儿。我反正看现在的依然啊，哎呦，恨那谭少宇恨的，这一下把我弄懵了。你说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这按理说，依然他不应该是这样的人啊。可是你说，依然他骗了你，我们应该很难再相信他说的话。仔细一想吧，他骗你的原因是什么呢？是谭少宇。所以追根溯源，这里边可能还真有什么隐情我们不知道的。你给我说糊涂了又，你就直接告诉我吧，怎么才能把这里面事儿弄清楚了？唯一的办法就是把两个各执一词的人凑到一块儿，这样才能知道谁说的是真的。少宇，我那天跟你说的话是不是不够清楚，以至于今天你还要来？我有急事要找你。说。我想告诉你，你所担心的那件事儿没有了。我不明白你的意思。梅兰妮去找过依然，依然告诉他，那天晚上喝醉酒，我跟他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过。这件事我也找依然求证过了，的确什么事儿都没发生过，都是他设计骗我们的。你今天特地来就是跟我说这事儿是吧？我想告诉你这事说，如果你有什么心结，你现在可以已经把它解了。这事儿跟我没关系，我不感兴趣。我觉得你现在应该找他好好谈一谈。我觉得你们俩之间应该有什么样的误会，因为依然给我讲了另外一个版本的故事，你现在可以去找他。我不会去找他。林天乐，我清清楚楚的告诉你，我跟依然没有一丝一毫的关系，请你以后不要再提起他。你提起他的话，我们连朋友都没得做。你听懂了？我的话说完了，请你离开，不要影响我工作。
哎，小果，哎，2杯咖啡。好嘞，我就觉着吧，我这后半辈子就给毁在这种没有爱的婚姻里。你呀，也别这么颓。我建议你啊，你先踏踏实实相你的亲，万一你碰一非诚勿扰的呢？成亲了是不是？哪壶不开提哪壶。我就是想问你，你接下来你想怎么办呀？我能有什么打算啊？我妈一天逼我见仨，我说见俩都不行，哭天抹日的说对不起你爸呀，他离家绝后啊。行吧，你现在也挺为难的。谢谢。你干嘛呀？你在给人看毛了？挺漂亮的，没见过，新来的。是小五说了，他是别的店的店长，说那边要盘店，然后过来帮点忙。你挺清楚啊。不，他是那天吧，那天我一朋友跟这儿喝多了。人小姑娘呢，帮忙照顾半天，后来呢给我打了一电话，让我把朋友接走了。哎，小姑娘给人照顾得特别好。后来我一劲儿跟人说谢谢，人就对我微微一笑，这事过去了。这不就是吗？这不比我妈介绍那强多了吗？啊，你看啊，照你这么说，善良、大气，而且还挺漂亮的。最关键的问题是，他有爱心，这太关键了。嗨，人家跟你嗨了，你就跟人家嗨。我发现你啊，一怂人。这种事儿慢慢来。喂，行，马上过来啊！好嘞，哎，我有事先走，把账结了啊。全新的大同体验，轻而易举，让自由超安宁的视野。一脸出什么事儿了？没出什么事儿啊。怎么了？我给你发的微信你没听到吗？啊？微信？就是幼儿园的老师说，让每个孩子跟自己的爸妈拍一张全家福，然后贴在照片墙上。就这事儿，你就这么着急把我喊回来了？不是，谁让你不把微信听全的呀？不是，拍照片你找爸妈拍不就完了吗？不是，问题是爸妈不在呀。那爸妈不在，你把我喊回来，这啊？我和你冒充一恋爸妈呀？不是这不会造成什么恶劣影响吧？能造成什么？那我找楼下保安拍去。哎，我觉得可以，你俩比较有夫妻相。说什么呢你？不能，不就拍个照片吗？哎呦，拿设备去。哎，你等会儿，那依恋还没接回来呢。你没接回来，你把我急白脸叫过来干什么呀？明天再拍吧。我鞋都没换。你还怪上我了。乐视 TV 超。有事吗？我想来谢谢你。谢我什么？虽然你平时对我凶巴巴，可其实一直都对我挺照顾的。没事了吧？以前我爸
就经常在这间房间里办公，每天都要到很晚。我就坐在这里陪着他。你跟你爸联系上了？还有事吗？没什么，就看你挺亲切的。没事的话，我还要工作。谢谢你，晚安。晚安。哎，好了好了，连接上了，连接，来来来，快快，哎，来看着那儿啊，看着那儿，来，好了，来看镜头啊，来，预备，笑啊，1、2、3，好，再来一张啊，再来一张，看着啊，预备，看好了啊，好的，来靠近一点，1、2、3，好的，来。夏天的夏，丹砂的丹，夏丹，美，名字跟人一样美。乐什么呀你？我问你正经事儿，人呢？半天没见出来，里边忙呢。今天不赶巧啊，他们都出去上货去。这上哪儿上货去了？哎，等会儿啊！我说你大老爷们儿，你不上货去，你让人一姑娘去，合适吗？哎，又不是他一个人，他跟他弟。都，你刚说他跟谁？他弟。他还有一弟啊？对啊。哦，你不知道吧，哥？新店那边不是关了吗？之后他们2个人就一起过来了。我不跟你说了啊，我先忙去了啊。人可是做能源的老总，我这是真心帮你，你就不明白呀？60岁的大爷能帮我干什么呀？小姐，你家现在已经负债了，再说你爸那事儿还说不准呢，万一碰到官司怎么办？你看看你现在无依无靠的，必须得找个靠得住的男人，不然怎么帮你爸你妈呀？但我也不卖身呢。谁说就让你卖身了？哎，这年龄大就不能有真爱了吗？真是，说好了，待会儿不许走。哎，李总，哎，这就是我给你介绍的梅兰妮，李总。哎，你好，请坐。我看你好像身体不怎么舒服啊。对，那个我昨晚没睡好，好像有点扭着了。没休息好。现在啊，这些年轻的女孩子就是毛病多啊。那个就缺乏锻炼。我怎么缺乏锻炼了？我不是天天都做瑜伽吗？我听说你是留学回来的。在大学时候主修的是什么专业呢？服装设计、美术。哦，都是些花架子。你还会些什么呢？跳舞、弹钢琴我都会。那都是小儿科了。什么钢琴8级、3好学生？我意思是，你都已经25不小了，还什么都没做过。我女儿像你这么大的时候，已经是 CEO 了。哇，真了不起！对 ，CEO 谁没见过呀？我爸原来还没总呢。
不过呢，没什么阅历也好啊，白痴嘛。哦，我说的是白纸。李总，您真幽默。好像上身有点长啊。什么？听不懂啊？就是说你的腿比较短。我腿？但是你比一般人也算长了。不过你是学艺术的，对你的要求当然要比一般人要高一些，是吧？哎，你有没有打算去做一种手术？就是那种增高术，听没听过？我真没听过。就是把小腿的骨头打断，然后在断裂处接上一段钛合金，过上半年就好了。高科技吧？说实话，我选女朋友的时候呢，一般24岁以上我就不考虑了。不过你要是有做这个手术的意愿，我可以考虑你的诚意。比赛的事儿呢，我就帮你谈妥了啊！我已经在这儿了，一会儿见了面啊，我带你填一表。哎，亲爱的，我一会儿。还来呀？我给你们介绍一下啊，这是我大学同学、好朋友、闺蜜于彤，这是大企业家李总，这是我男朋友林天乐。你男朋友？对，我是她男朋友。那个，你好，那个你好啊。这怎么回事啊？太不像话了。不好意思啊，那个我们约了去看电影啊，这个时间。对，时间好像是有点来不及了。那个，我们先走啊，不好意思啊。走，拜拜。哎，不是，兰妮，哎，没兰妮。不好意思啊，李总。哎呦，这家伙翻脸比翻书还快呢啊！一码归一码，刚谢谢啊。哎，这改变命运啊，得靠自己啊！现在的女孩呢，都想找个老公，把所有的问题都给解决了。可问题解决了吗？一个比一个大。哎，你这什么意思呀？谁想找老公解决问题了呀？你刚才不是相亲的吗？我一眼可就看出来了啊！而且应该相了不止一次吧？啊！告诉你，带着目的去结婚，这婚姻呀本身就不牢靠。对，我就是相亲，我就是带着目的去啊！我要找人给我爸妈还债，跟你有关系吗？跟我没什么关系，你跟我喊什么呀？发那么大脾气干嘛呀？哎，我就不明白了，哎，为什么你现在对我的态度变成这样了呢？之前你生病的时候，我还给你送粥来着呢。对，之前您对我的好，我全记在心里，晚上都拿小本写上了。那怎么办呢？怕您误会啊，只好绕着您走呀。哎，不是，哎，你什么意思呀？什么意思呀？自己拿去看。看什么呀？啊？哎呦，我的亲奶奶！哎呦，千万别这么叫，受不起嘞！不是，这信息真是我亲奶奶发的，我压根儿就不知道。你看我这个啊，哎，看见了吗？我这什么都没有，被我奶奶已经删了，我真不知道这个。反正我跟你说清楚，别自作多情。虽然我现在不怎么样，但我将来还是会起来的啊！以你的条件，你别想啊！不是，等会儿，
依我什么条件呀？你看咱俩搁一块儿啊，我认，你，这合适吗？哎，我吧就是一经典款的自行车，稳重耐用，爆发力强。你吧撑死了就是一带铃的小粉车，看着还行，但骑不了多远，这轱辘啊就该坏了。哎，我里面还约了人了，人呀该相亲相亲去啊。哎，你再给我来。你说我怎么早没想着去新店逛一圈？要早去了，没准现在就没这些事儿了。啊，没跟你说话。哦，哎，他们俩是亲姐弟啊，还是堂姐弟啊？这我不知道，没聊过。那他俩住哪儿啊？来上海多长时间了？现在交过几个男朋友？平时咱也不说这事儿啊，还真没聊过。不是我说小五你有点用行不行啊？你俩好歹也是同事，怎么什么都不知道啊？太贤惠了吧你！哎，我说宝哥，我又不是什么民警，哎，你有那么多问题，你去问问那个什么直通车去，你看看人家搭不搭理你。别生气，哎，你喝，宝哥，其实吧，有的时候我也想跟丹姐聊聊啊，但是吧，哎，那不回来了吗？哎，你就是下单了。我叫李爱宝，朋友们都叫我大宝，你叫我宝宝就行了。啊，我是来感谢你的，就是林天乐，你知道吗？就是他的那个朋友那天在这喝多了，我是专门替他来感谢你的。要不是你还记得林天乐吗？哎，干嘛呢？手放开！干嘛呢你？哎，干嘛去？不是，有什么事儿跟我说啊。你就是夏阳吧？你谁啊你？啊，这他妈老顾哥，宝哥。啊，对，什么老顾客。刚你那手干嘛呢？什么情况？啊不，兄弟，你误会了。不是我没误会，咱不是兄弟啊，别跟我套近乎。同志，你误会了，我是专门来感谢你姐。就是那天，我一个朋友的朋友在你们这儿喝多了，然后没人管他，你姐照顾他的。后来我朋友把他接走的，我是专程替我朋友来感谢他的。不是，你别说了，你说的我特别晕。就是我姐救了一女孩，帮了那个女孩，那女孩是你朋友的朋友，对吧？对。成，心意我们领了，应该的。那个，你没事儿你就多帮帮那些有困难的人就行了。好啊，走了。啊，哎，不是，干嘛呀？你没理解我的意思。理解错了？那倒没有。那你感谢完了吗？完了。那还不早啊？站着干什么呢？不是，我，你什么呀你？我就想认识一下你姐。等会儿。哎，瞎看什么呢你？跟你说啊，没事别地儿溜达去，别在这儿晃。哎，我。